你係咪好似我咁咧，好中意着白色嘅衫啦、淺色嘅衫啦，又或者淺色嘅褲嘅？但係出門嗰陣時咧，成日都會容易會染上污漬，所以我而家推薦大家用呢一款就連洗衣店都會使用緊嘅千潔淨校服淨。無論你係汗漬啦、菜漬啦、果漬啦、奶漬咧，佢都可以輕鬆洗晒佢嘅。洗個方法咧好簡單，喺40度嘅溫水入邊咧，倒入去2個樽蓋咁多嘅校服淨，等佢可以充分溶解之後，將邋遢衫褲浸泡住入邊，令到佢嘅活氧因子遇到水，佢就會釋放大量嘅活性泡泡。喺呢個浸泡過程當中咧，相當於你去捽 N 次嘅，可以輕鬆咁樣將啲污漬搞掂㗎。浸完之後咧，就可以將佢拎翻出嚟，順便捽一捽就乾淨。又或者直接係將佢掉落去洗衣機入邊正常洗滌咧就係 OK 㗎啦。配方好溫和，唔會傷手。1樽嘅校服淨等於爆炸鹽，再加上衣服柔順劑，入邊蘊含住洗護因子嘅護理級嘅成分，係可以保護我哋嘅衫嘅顏色嘅，可以輕鬆解決啲白色嘅衫發黃斑啊，又或者污糟邋遢嘅難題嘅。洗完之後啲衫褲咧唔會損傷啦，唔會變形啦，亦都唔會硬垮垮嘅喎，仲有99.9%嘅除菌率，有佢喺度輕鬆洗淨白衫。而家39.9可以買到3樽嘅，買1單就已經足夠可以用半年嘅啦。